要平衡某些化學方程式，看似比較困難，因為方程式兩邊都有多原子離子。例如硝酸根，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整體。如何平衡以下方程式？我們會詳細解說。左邊有一個銅原子，而右邊也有一個銅原子，然後把整個硝酸根視為一個原子。稍後要平衡銀原子和硝酸根離子的數量。左邊有一個銀原子，右邊也有一個銀原子，同時左邊只有一個硝酸根離子，而右邊有兩個硝酸根離子。因此，如果將左邊的硝酸銀錢的計量係數改變成2，得出1乘以2等於2，即表示有兩個硝酸根離子和兩個銀原子。但這方程式仍然未達至平衡，因為左邊有兩個銀原子，而右邊只有一個銀原子，所以只需將右邊之銀的計量係數改變成2。現在這方程式達至平衡。最後，如何顯示化學反應中反應物和生成物的物理狀態？鎂和氧化鎂是固體，它的狀態符號用 S 表示；而氧分子是氣體，它的狀態符號用 G 表示。其他的狀態符號例如液體用 L 表示，水溶液用 AQ 表示。